形態學嘅陷阱，點解教科書上嘅頭肩頂形態喺現實中頻頻咁樣失敗呢？咁頭肩頂係咪冇用呢？唔係，只係你用錯方法啫。專業嘅交易員會點做呢？3個關鍵話你知。第一個關鍵呢，就係等確認啦，唔好做預測家，真正確認咗頭肩頂，等佢完成咗個形態，加埋穿條頸線，再有一個反抽嘅確認，呢個時候先確認入場咯，唔好估佢幾時完成喎。第二個關鍵係必須要配合成交量啦。教科書會話頭部嘅成交量應該係3個位置之中最大嘅。如果你見到個頭冇成交量配合呢，咁根本就唔係真嘅頭肩頂咯，呢個只係幻覺嚟㗎咋。第三個關鍵呢，就係用賠率思維喎，唔好用勝率思維啦。即係點樣呢？即使形態100% 完美啦，都唔代表100% 會跌㗎。專業嘅交易員會計，如果我贏可以賺到幾多啦？如果我輸會輸幾多？如果賠率唔抵做，咁就唔好做咯。記住，形態只係一個線索，唔係一個聖旨嚟嘅。所有形態分析本質上都係一種群眾心理學嚟嘅，唔係物理學嘅定律。佢會因為太多人睇到而自我實現啦，但亦都會因為太多人睇到而自我摧毀。你嘅目標唔係做第一個發現形態嘅人，而係做最後一個確認形態嘅人，慢先係穩陣咯。如果想學識3個專業交易員真正會用嘅確認技巧，避開假突破啊，留言確認啦，我就會 send 你3個確認技巧㗎啦。follow 我啦，學識用專業嘅眼光睇圖表，唔好再跟做教科書嘅韭菜啦。想知道嚟緊嘉 Sir 點樣部署指數，加入我哋免費投資交流群組，一齊升 level。